台中丰原一个39岁嫌犯涉嫌卖毒，警察要甲盘查，伊无配合，佫开车来逃走。警察开真风车甲追捕，伊佫来冲撞警察，最后是失控去弄到分隔岛，车链破灭。这个调离的车顶，互赶到位的警察当场压制逮捕。嫌犯家己赛车去弄到原警，赶紧将人揪出来。揪出来，手伸出来。嫌犯被二日拖卡哥想要走。39岁嫌犯被扣手铐，伊涉嫌卖毒品，原警要临检的时无要配合，佫遭警察用，佫赛车弄原警的车。嫌犯是油门大前方走4公里后，车失控去弄到安全岛，4个链拢破去，人掉伫车内。在盘查过程中，那来回冲撞有数次，造成我们3部正方车有车身的擦撞。嫌犯一路弄到3台真风车，将这个车的大顶弄破去，加在原警无受伤。嫌犯本身是轻伤，被送到病院。原警伫姓陈的嫌犯车顶查出2级的毒品安非他命，依照毒品相关的条例甲移送。